第五个消息，镜头来台南，有400年历史台南的南山公墓，是全台湾上届古早的古墓区。进前台南市的民政局拍算要开发土地，这墓仔埔要安怎处理嘛引起讨论。即马有公民团体是发起联署，希望全区保留。 南山公墓范围有95公顷，地面的墓至少有5万门，是目前上大嘛是上早汉人墓仔埔。文资处甲4位专家来到现场勘查，公民团体提报的古墓，包括李定元、228受害者林茂生、黄本彦等等，拢是台南历史名人，也是因祖先的墓。这个墓主后代拢无赞成甲墓刷走。这是阮来台湾出世的头一代啊，甚至阮的祖先，阮来开始做啊。所以讲，我希望讲，会当甲保留起来，莫甲震动。除了真济名人，假冒清代六世的六门墓排列全部留落来，嘛真罕见。进前民政局拍算要开发部分的土地，引起反对的意见。公民团体发动联署，反对迁墓，希望把这个全台湾上古早的汉人墓全区保留。这次因提报的49份，话是内面，话是外口面吼，所以这部分伊分散的范围非常的宽，所以阮是按算分做5个梯次，来进行现地勘查。为了这个利益，要甲人家足宝贵的墓来迁走，阮保有定要保上100门啊！当然，这价值毋是干那100门啊。 每一人的祖先，每一门墓拢是珍贵的。针对南山公墓的迁墓争议，计划目前暂停。文资处表示，第一阶段的文资调查年底完成，同一个时间嘛启动文资审查的程序。记者邓家文、赖维泽台南报道。